呢度係 FAB52，可能係 Intel 大翻身嘅時刻。我哋而家喺亞利桑那州錢德勒喺 Fab 5 of 6，呢度有超過100萬平方尺嘅無塵生產空間。最先進嘅技術節點就係喺呢度研發同生產出嚟。Intel 18A 而家已經正式進入大量生產階段，呢個節點同台積電最先進嘅晶片睇齊，不過就未有一個龐大嘅外部客戶群去支持。經過多年延誤同埋失誤，加上政府破天荒嘅入股10%， Intel 而家真係要證明自己。所以我哋今次第一次帶鏡頭入去，深入睇下入面嘅情況。呢間廠房係全年無休，24小時運作。因為之前幾代晶片節點都延誤咗好多年，新任 CEO 尼布坦喺3月正式上任。自從嗰陣開始 ，Intel 已經裁員咗15%。俄亥俄州嘅晶片廠都最少延遲咗4年，仲暫停咗德國同波蘭嘅項目。尼布坦話公司投資得太多太快，但需求又未跟得上。向北50英里 ，TSMC 自己都有間超大型先進晶片廠。佢 Intel 嘅 18A 到底有咩吸引力可以揾到客戶，重新帶動需求？本來呢度就應該係佢哋開始贏得外部客戶群嘅地方，但係我哋都知呢樣嘢仲未發生，而家變咗做內部用嘅製程節點。暫時嚟講 ，Intel 自己都喺呢度最大嘅客戶，自己喺度生產晶片。特別係佢最新嘅 Intel Core Ultra 3處理器會喺1月推出 PC。Dell、HP、Lenovo、Asus、Acer、Samsung， 去到2026年尾，你喺全世界都會見到嘅。我哋去咗矽谷嘅 Intel 總部同埋佢喺亞利桑那州最先進嘅晶片廠，揾起高層管理人員傾下最新晶片過程中遇到嘅挫折，仲有點解會睇。今次 Intel 話佢哋唔會再失敗。Intel 喺1968年由矽谷2位創辦人 Robert Noyce 同 Gordon Moore 創立，3年之後就做出嚟全球第一粒商用微處理器。由70年代尾到2000年代初 ，Intel 一直以穩定又快嘅速度推出越嚟越先進嘅製程技術。事實上，呢個速度嘅可靠仲有咗個名叫做摩爾定律，即係每隔幾年晶片上嘅元件數量就會加倍。負責客戶運算部門喺 Jim Johnson 30幾年前加入 Intel 嗰陣時，摩爾仲係董事長。我哋喺加州，喺摩爾原本用開咗辦公台同 Johnson 傾偈。佢作為一位科學家，好嘅，咁但係作為商業領袖都非常有智慧。90年代對 Intel 嚟講係一段充滿驚喜同興奮嘅事。我哋係全球最大嘅半導體公司，亦都係最賺錢嗰間。但係近年 Intel 有冇偏離咗呢條路？10納米、7納米嗰陣發生咗咩事？我覺得我哋失咗紀律周期嘅時間。周期嘅時間咧，要求你要承諾同交付。之後我哋開始自我安慰，話可以拉長周期時間，試下做多啲或者咁多啲嘢。2010年代嘅選用昂貴嘅極紫外光微影機，令 Intel 嘅10納米生產延遲咗3年以上。之後7納米又再遲多2年。2020年 Apple 開始用自己嘅 M 系列晶片取代 Mac 入邊嘅 Intel 晶片 ，Intel 就失咗一個大客戶，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生產。而家 TSMC 已經領先大約2代 ，Intel 自己都開始將部分最先進嘅晶片生產外判俾呢間台灣巨頭。Intel 亦都錯過咗手機革命，最出名就係拒絕咗為原始 iPhone 生產 Apple 嘅處理器。有啲人仲話佢連 AI 革命都錯過埋。Pat Gelsinger 喺2005至2008、2009年期間負責打造 GPU 去同 NVIDIA 競爭，但係呢個又係另一個可惜失敗嘅項目。結果就係我哋最終喺嘅 AI 革命入邊扮演重要角色。但而家有消息指 ，Intel 正同 AI 客製晶片設計新創公司 Samba Nova 洽談，金額高達16億美元。不過喺2021年 Pat Gelsinger 上任 CEO 之後，佢重新聚焦咗代工業務，幫其他公司生產晶片，好似希望可以為 NVIDIA、Apple 同 AMD 生產。佢哋訂咗一個好進取嘅路線圖，打算4年內推出5個製程節點，追翻 TSMC。3月嘅時候 ，Tan 接替咗 Gelsinger， 並且安排 Naga Chandrasekaran 負責代工業務。佢話靠住 18A Intel 終於重回正軌，股價都開始由之前大跌中回升。我哋每個月都冇提升良率，減少缺陷密度，並且達到我哋嘅目標，所以我相信我哋已經走出低谷。Chandrasekaran 喺舊年加入 Intel之前，佢領先嘅記憶體製造商 Micron 做咗超過20年。
佢話佢而家最重要嘅目標就係重建客戶信心，令外部客戶願意用 18A 製程生產。要變成乜嘢團隊嘅一部分，同時要說服佢哋相信 Intel 代工有能力做到，呢個就係第一步。為咗做到呢點，我哋而家都冇改變我哋嘅企業文化。我哋而家喺 Intel 代工內部帶嚟咗一個好強嘅執行力焦點。而家唯一一個已經承諾用 18A 製程生產嘅主要客戶，其實都係 Intel 自己，會由佢哋期待已久嘅 Panther Lake CPU 開始，預計1月會喺 PC 上推出。佢哋全部大約都係裝喺主機板上面，就喺鍵盤下邊。所以主機板做得越細越迷你，就可以有更多嘅電池容量，而低功耗 E-Core 用得越多，電池續航力就越好。Intel 咧喺 18A 製程上面咧做咗好多提升電源效能嘅好啲，呢點都幾吸引，但實際上佢哋嘅良率方面咧就真係未夠好。而家 TSMC 嘅受信任，大家都未會咁快轉用其他廠。Intel 而家寄望吸引客戶，就係靠呢一堆新廠房喺鳳凰城西南面20英里嘅沙漠度起緊。我哋穿戴好防護服，帶住攝像機進入室內，第一時間了解 18A 目前大規模生產嘅情況。我哋呢度有5家工廠，全部都通過你而家睇到嘅呢條 AMHS 連接起嚟，全長30英里。18點生產經理 Lee Tanswan 喺英特爾工作咗35年。我哋有極紫外光刻機，佢哋到底喺做乜嘢？佢哋係暗示我哋為18號線規技術設計嘅所有精密電路。ASML 價值2億美元嘅極紫外光刻機 EUV Lithography Tools 係全球唯一能夠蝕刻到嘅細微設計，製造最先進晶片嘅機器。而呢啲就係英特爾落後時延遲投入生產嘅設備。而家英特爾話喺亞利桑那州至少會有15部啦。FAP52本身每個星期可以處理超過1萬片 18A 晶圓。喺北面50英里，台積電喺亞利桑那州嘅新廠已經生產緊4納米晶片，而佢最先進嘅2納米晶片而家只喺台灣製造。18A 其實好有實力，喺好多指標上甚至比2納米更有競爭力。事實上，英特爾 18A 嘅某啲技術指標，例如電晶體密度方面，基本上同台積電2納米差唔多。但係當英特爾重新投入晶圓代工並解決咗技術問題時，有嘅晶圓會出現瑕疵，佢就導致良率降低，即係每塊晶圓可用嘅晶片數量變少。18A 確實出現過良率問題，不過希望而家已經解決緊啦。順帶一提啊，NVIDIA 都話佢哋啱啱喺台積電開始生產 Blackwell 嗰陣，良率都好低。所以你知啦，佢先進製程良率永遠都係一個問題。佢提升良率嘅同時，英特爾希望用 RibbonFET 去做出分別。呢個係冇咗嘅全環繞嘅極架構，可以完全包住電晶體，從而改善電源控制。同以前嘅設計唔同，以前只係接觸到頂部同兩側，咁樣就可以帶嚟效能提升。所以同 Intel 3比 Intel 18A 每瓦效能咧提升超過 15%。18A 仲用咗 PowerVia， 呢個係英特爾獨有嘅背面供電系統，將為電晶體供電嘅線路由晶片前面搬去後面。你覺得而家你睇已經超越咗台積電未？我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幾難。我會話台積電梗係我哋一個好好嘅供應商，但係 18A 採取咗一個有啲唔同嘅做法呢，可能係更進取嘅，將電源同信號咁分開嘅。我覺得咁樣嚟講，呢個就係領先。有冇分析師同我哋講，其實真係令英特爾突出咗，係冇咁嘅先進封裝技術，所以我哋就去咗幾英里外另一間無塵室睇下，佢嘅數據中心處理器英特爾都係用 18A 咁做。呢粒就係英特爾 Xeon 伺服器晶片，而家我哋喺英特爾嘅先進封裝實驗室入面，喺度會做嘅就係將好似 18A 咁嘅晶片，實際連接到我哋作為消費者會見到嘅系統上面，就好似睇入面有幾萬條線，每條都細過人類頭髮。如果我見到 NVIDIA 首先同英特爾做封裝合作之後再做晶圓合作，我都唔會覺得奇怪嘅，因為呢個喺商業上係完全合理嘅發展。而家大家為數據中心做晶片，其中之一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一個嘅用電量非常高。英特爾嘅先進封裝技術呢，可以幫手減輕部分耗電量。但係而家做晶片依然用好多電，仲要用大量水。我哋而家喺亞利桑那州沙漠中間。咁多電同水究竟係邊度嚟嘅？英特爾承諾要營運一間可持續發展嘅製造廠。
作為其中一部分，我哋定咗好大嘅目標去推動整體可持續發展。定係喺亞利桑那州，我哋用嘅可再生能源已經接近100%。至於用水方面，英特爾亞利桑那州嘅設施喺2024年用咗超過30億加侖水，並且透過廠內嘅水回收設施，將24億加侖水回流返本地供應。台積電同英特爾喺亞利桑那州都需要大量水同電，但係而家淨係英特爾揾客戶有困難。AI 時代帶嚟極大嘅需求，所以我覺得有空間俾多幾間公司一齊做，甚至可能供應都未必夠。雖然我哋大家都想有一個美國供應商，但係佢哋對於嘅英特爾有冇擔心呢？最少有2個原因啦。第一就係佢哋落後嘅，大家都唔清楚佢哋究竟有冇機會追得返。第二因為英特爾係一間垂直整合嘅裝置製造商，而唔係獨立晶圓代工廠，所以英特爾始終都會係競爭對手。台積電淨係做晶圓代工，幫蘋果嗰啲外部客戶做晶片，但英特爾唔單止自己做晶片，仲會做埋用自己晶片嘅裝置，好似佢哋而家用 100A 製程打造咗新一代 PC 同數據中心處理器。我會話咧，如果你係一間大公司，想喺某個製程節點上下注，如果你見到英特爾都用緊呢個製程咧，會安心好多，因為佢哋會將自己最核心嘅客戶產品線都用呢個製程大規模量產。微軟同亞馬遜舊年已經簽咗早期協議，承諾會用英特爾嘅代工服務。佢哋都係大公司，但其實自家設計晶片嘅規模都唔算大，唔同於嗰啲令台積電代工業務大獲成功嘅大型 GPU 同 CPU 晶片製造商。對於 AWS 同微軟嚟講，佢哋唔會同英特爾直接競爭，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個問題細好多。呢個係好現象，但係當然佢哋嘅出貨量就相比 NVIDIA 同其他大型晶片公司咧，佢哋個量真係好細。你最希望簽到嘅第一個大型外部客戶係邊個？我諗全部都簽埋，但我真係唔可以講具體係邊一個客戶。最近有報道話 AMD 考慮喺英特爾生產，而有分析師預測蘋果到2027年可能會再有部分 Mac 晶片交俾英特爾做。但當英特爾仲等緊有大客戶落實合作時，8月就有一個意想不到嘅投資者出現嘅。特朗普總統咧啱啱嘅喺圓形辦公室同記者講咗呢件事，英特爾 CEO 譚力普已經同意俾美國政府佢哋公司1/10股權。美國政府今次破天荒咁入股英特爾，佢哋10%股份，咩原因令佢哋要做嘅大動作？呢個反映咗美國政府嘅信心，對英特爾有信心，亦相信我哋需要喺美國本土有最先進嘅研發同生產能力，喺自己土地上。而家輪到我哋出手啦！呢單交易發生咗，特朗普總統要求 CEO 譚力普辭職之後，又改變主意喺幾日之後。擔心一個範圍會擴大，美國政府會唔會想入股所有入股唔同嘅行業？但其實有啲產業呢，我哋美國之前已經俾佢哋走咗，去到一個令我哋處於無法防守風險嘅地步，所以我哋必須要將佢哋帶返嚟。喺政府入股之前幾日，軟銀已經投資咗20億美金嘅英特爾。1個月之後 ，NVIDIA 又投資咗50億美金，並同意會用部分英特爾技術，但就未承諾會用佢哋嘅晶圓廠。英特爾都係520億美金晶片法案最大受益者之一。呢個法案由拜登總統喺2022年簽署，目標係喺經歷咗幾十年本土晶片生產比例下跌之後，將生產線搬返美國。我哋喺奧勒岡有研發中心，亞利桑那同新墨西哥都有生產設施，所以我哋投資咗好多，確保半導體技術同生產都留喺美國本土。而家全球大約92%最先進嘅晶片都係台積電喺台灣生產。對英特爾美國嚟講，甚至全球呢個賭注都極高，對全世界都一樣。成個世界最先進嘅產品都要依賴一個離中國海岸幾里遠嘅小島，呢個情況真係好唔理想嚟嘅。全世界都要面對佢嘅局面，真係唔係辦法。對美國先進晶片嘅需求係好明顯嘅。Intel 18A 已經嚟咗，而家重點就係要以外部客戶為先，要贏得佢哋嘅信任，唔單止要有領先嘅技術，更重要係我哋要展現出可預期嘅執行力，仲要以客戶為先嘅心態去領導。如果我係 NVIDIA、AMD 或者 Qualcomm 嚟嘅，
你真係想將你嘅獨門秘方放咗一個生產線度，等 Intel 有機會接觸到你嘅秘方咩？呢個將限制佢哋向呢啲公司提供大量貨物嘅意願。將偽造同產品業務分開係 Yaffy 希望董事會考慮嘅一種潛在解決方案。如果將兩者分開，我認為英特爾成功嘅機會會大大增加。我致力於讓英特爾晶圓代工廠取得成功。我知道有啲地方存在呢種情況，我哋需要改進。但係而家聽專注於削減成本，7月裁員咗15%，仲淡咗德國同波蘭嘅項目，仲將新嘅俄亥俄州廠房推遲到最少10年尾先會動工。佢哋手下做嘅感覺點啊？呢杯對我嚟講有冇似翻去我哋根本？因為你承諾佢哋嘅嘢，你就要交到貨。如果你有問題呢，你就要即刻揾人幫手。我覺得公司就係需要呢樣嘢，公司需要做咁快啲，公司需要精簡啲，更加專注，需要一個精明嘅人去帶領。有冇內部通告話唔再亂批錢？聽而家等緊嘅需求點樣先會講下一代14A 製程嘅詳細計劃。Intel 同我哋講 14A 會首先喺奧勒岡開發，目標係2028年量產。不過 Intel 就冇再透露多啲資料。我哋想確保客戶真係承諾會喺 Intel 代工廠嘅14A 晶圓，到時我哋就會繼續加大投資。我同 Intel 最大嘅潛在客戶傾過，佢哋對 14A 嘅信心比我以前見過嘅都高好多。我相信到下年年中啦，我哋會見到有個主要客戶同 Intel 宣布合作，開始生產晶圓。目前我哋睇到英特爾位於亞利桑那州嘅下一座晶圓廠62號嘅主體結構已經完工，預計將喺2028年左右建成。英特爾唔願意透露該工廠將會生產14A 芯片，但佢知道呢一次代工廠能唔能夠成功至關重要。我哋必須揾到解決方案，先至能夠讓世界喺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進步。別無選擇，比成功更重要。